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县长的征召站已经起过。国民党内吉安乡的乡长尤淑珍、花莲市的前市长叶耀辉，也有无党籍的县议员魏家贤，拢要参选花莲县长。传出讲要甲民进党来合作的议长张俊，讲伊目前的重点是光复乡的重建，选举的代志下摆才讲。 所以呢，今天非常开心。提麦区采用政策，可能是市政府接班人的花莲县吉安乡长尤淑清，正过来伫咧做社区活动，因为伊准备好啊。尤淑清伫咧面册上为着花莲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加大责任，争取各界和乡亲的认同。在上个月我们党部也做了一个民调的分析，让淑珍可以在这个民调里面。 拔得头筹，而且有一定的差距。尤淑清满满的自信，那也目前除了伊过户，党系未当代表民意，决心争取全民县长。1997年当选花莲市长的叶耀辉，让30年希望当个替乡亲服务。我是要把东西弄好以后，摊给大家看，大家去做选择。那我也会去尽量去说服。 我的竞争对手。目前2026要拼花莲县长的人选，那也除了抢先表态尤淑清，阁有希望党内提名的叶耀辉。另外，无党籍的县议员魏家贤嘛想要选，那花莲县议长张俊嘛传出可能参选。大家在讨论县长的一个选举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在探访基层。那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一块聆听进去之后，把它转化成我们未来。 要执行的一个方向。我尊重国民党的那个征召或者是提名的人选。那我现在目前最在意的，那就是我们光复乡这个重建经费的编列。到底上演出来这花莲县长的大会，外界拢目睭挺金，等咧看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